第一是选声，电视第一是爱选镜头。咱古早有一句话讲：一声应交在，无声你就毋免来。西讲花上去，你若无声你就毋免去。这就是咱台语有一句话。咱以早咱电台伫咧挑选演员是以声音为主。伊毋管你即个人生做歹水，只要你人无水，声水，伊就要采用你。第一，你去试声，伊有一个家己，安尼你的声音，你开喙唱歌出来，伊绝对迄个家己毋通安尼啪者，安尼走声，安尼伤过头，安尼就是你的声无稳定，你的声无力啦，安尼伊就无爱用，都爱唱出来，迄个声音听起来安尼溜溜，伊迄个尖是安尼，无安尼一下就偏去到迄边，安尼就叫做讲。安尼你的声有力，你的声音有适合电台。即个电台有较无共款。以早伫即个40几年代咱即个剧团伫没落的时阵，有真侪演员拢走去电台。毋过有的电台，伊确实是无适合，伊确实是无适合，伊为声的问题，因为无适合，所以。所失业，就改读。即个电视台主要就是有即个邮箱来甲咱提供。迄阵在我伫民天电台的时阵，我16岁伫即个嘉义广播电台，甲17岁来即个台中民天电台。民天电台是即个咱明通制油厂来甲咱制作。伊爱说出演员大，演员互伊薪水，阮就是为明通来介绍伊的产品。亲像讲，若是念歌念到一半，你就爱来卖药即个卖药可能咱真侪人对即个卖药的时阵真正陌生，真正趣味。伊即个卖药伊也爱用歌来唱，讲甲真生动，互人会感觉真爱听。咱真久无回味即个卖药广告的时阵，咱即次特别即个即个情怀咱年轻化的小姐伊特别去甲咱找这物件，也有迄个药有迄个时阵的年代伫咧广告的情景。咱家听看卖，非常趣味。搁比戏来做一半，咱就来工商服务。要无咱即马来听一个工商服务。苦的心，苦的心，苦的心会用伫200遍。每工保养，互你毋免找先生。每日来服用，互你会愈食愈水，身体若健康。逐工都会笑眯眯，苦的心，苦的心。那拄着皮爬起来，头前是亮鸡鸡哦。袂肥，饲袂水，饲甲腹肚是冷水肥，香卡嘛哪流水，软枝壳敢若草泥堆，暗时嘛头困袂去，毋免找先生，去食明通爱理财，明通爱理财是你的救星，会记哩明通爱理财，明通爱理财。大家毋知
吼，迄个考甲是啊，爱伊才生三款吼，咱足感谢咱遮少年的这个参与者吼，像王明明老师这个查某公主吼，因拢特别搁去网络上拍卖甲遐的物件这个找回来吼，啊，所以咱两伊座谈了，大家会使看，会使本尊啦吼，啊，所以大家发现讲其实广播时代。